马太福音第4章。后来，耶稣互圣神带去旷野，伫遐受魔鬼试探。耶稣禁食40暝日，后来就邀试探者我来对伊讲：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命令这石头变做饼。耶稣应讲：圣经有记载，人在挖，毋若挖靠饼，是挖靠对上帝的喙说出逐句话。然后，魔鬼带耶稣入去圣殿，互伊徛伫圣殿柱顶上悬的所在，对伊讲：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跳落去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上帝会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，因会用手扶你，互你的脚袂磕着石头。耶稣应讲：圣经阁有记载，毋通试探主，你的上帝。魔鬼佫带耶稣上一个真悬的山，将世上万国甲因的荣华互伊看，对伊讲：你若拍落来拜我，遮的一切我拢互你。耶稣应讲：撒旦，走啦！圣经有记载，着拜主，你的上帝，只有服侍伊。然后魔鬼离开耶稣，有天使来甲伊侍候。耶稣听到约翰互人掠去，就退去加利利。伊离开拿撒勒，去住伫西布伦甲拿弗他利地区，加利利湖边的加百农。这是要应验通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。西布伦的地，拿弗他利的地，沿海的路，约旦河东岸，外邦人的加利利，踮伫黑暗中的人有看见大光，踮伫死荫的地的有光照因。对迄时，耶稣开始宣扬讲：着悔改，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。耶稣伫加利利湖边伫行的时，看到两个兄弟，叫做彼得的西门，甲伊的小弟安德烈，伫湖里伫拍网，因为因是掠鱼的，伊对因讲：来缀我要互恁得着人，亲像掠鱼的得着鱼。因随时甲网放咧，去缀耶稣。耶稣行进前，看到另外两个兄弟，西比太的囝雅各，甲伊的小弟约翰，因甲老爸西比太伫船顶伫整理网，伊就呼叫因，因随时将船甲老爸放咧，去缀耶稣。耶稣到加利利达所在，伫因的会堂教示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民间逐款的病症。伊的名声传到叙利亚的逐所在，人将所有的病人，就是邪神附身、羊形甲万岁等，犯着逐款症头甲病痛的人，拢带来伊遐，伊就甲因医好。有一大群人对加利利、地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甲约旦河东岸来缀伊。